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我哋一擺來賓呢，以雙擺來講，唔過雙擺我哋講到嘅主題呢，係以用鐵板來畫抽象畫哦。而唔單止係藝術家，咪係一位收藏家。而個收藏咪就係貼係每個多樣哦，有老碗盤啊，還有石頭茶盤啊、瓦石啊、咩盤也得。故所今日呢，我哋要再個邀請伊來同我哋分享伊收藏嘅故事，一路係吳百義先生，歡迎。義龍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吳百義。非常感謝先生要來到我哋嘅節目嗬。頭都有觀眾同觀眾朋友有小介過，唔雙擺來呢係講吳畫圖嘅故事。今日來呢，我哋有看到唔帶來非常多嘅收藏，也係幾分之幾啊？幾分之一？今日帶來嘅可能100%。哦，係嗬，哇，盧卡非常多收藏，有算過有一道風冇？一道風是冇算過啦，比如講羅碗盤來講啊，本身有收藏嘅2000人件啊。哇，像碗盤有2000人件。哦，咁也就我哋今日看到也很多嘅收藏，第一個顯示嘅係用哪個東西？係碗盤係咪？其實以羅碗盤來講啊，因為我之前有說明過咩，我做鐵工啊，所以講啲美濃啊，靠山嘅地方，嗰偏僻嘅地方嘛，嗰度原料羅物嘛，我揾個鐵皮屋，所以講我哋去拆一下嘅整理一下嘛，都有會發現嗬，頭把人用嘅，民間50年用嘅，比如講潘作用嘅龍蝦牌碗，各方面嘅碗有蝦所以講我哋做鐵工業拆羅物下嘅下擺有機會會數到一種嘅羅碗盤唔加下魯地嘅係珍貴嘅，還係唔地是係喜歡？其實嘛，自從我有數羅碗盤也嘛，有個機會，應該20年前也嘛，宜蘭那個南洋博物館有沒有？它就是本身它的博物館就是老碗盤博物館，所以講有出一本書，變成我嘅工具書啊。比如講以也塊相同龍蝦啦，也塊類似的也作品嘛，見到啲台灣歷史博物館展覽，裡面的收藏，就是這一塊。假如說這塊的話，沒有是日本江戶時代100多年的，這個的話沒有，也是在那個宜蘭博物館那邊，也是有這塊類似它的圖樣模式的，這塊也是有在那邊做展覽。唔係顯書嘅，因一度碗盤都係原料拆家下數多嘅。除了日本的江戶時代的那個九股燒，古意萬里燒，其他也嘛大部分買拆羅物也嘛，羅物地板安尼數多嘅。嗰時候係一開始看到嘅，冇人愛顯書起來，書嘅唔會想要去了解，到底乜嘅年代，用乜嘅價值，嗰時候都會去請工具書。對，因為研究因為要有工具書的話，沒有，因為他們在台灣的話玩那個老碗盤咧，也得有安尼藝術家嘛，夠用心，他們會標示年代，乜個年代，一種碗出來嘅，係咪民初嘅？也日本時代嘅，也民國50年、60年潘作用嘅，他們會背會幾清楚，寫會幾清楚，所以講我哋收藏羅碗盤嘛，我哋要有一種工具書啊來對照。咁我哋研究第一擺數嘅羅碗盤係一多年前，有20年了。
其实都超过40年了啦。嘿哟，哇，一回是属黑差不多40年、40多年前啊呢。哇，刚人家还没其实拿到一个罗纹盘，都差不多会抵的伊个年代。差不多啦。哦，啊，如果提讲，也个有家车嘛。刚刚这个按多东西哦，吼，我列册哈，做记录。唔会啦，唔会列册啦。啊，呀，种个东西哦，虽然讲数位2000件哦，啊，不过从不空的记忆里面啊，唔记得了。系啊，乱的如此叫就是资料库入提弄实体不安嘞。比如讲啦，那个铜牛这个小碟的话，有没有黄土水大师的这件收藏品有没有？其实啦，我阿公本来差不多为30年嘞。啊，不过最近差不多5、6年嘛，FB 播上去嘛，朋友有看到也看嘛，人家讲也看作品下黄土水大师的遗作啊。本来唔对。本身唔对，因为它的上面只有写那个英文字 KD。下面2横。KD 是谁？我不晓得。我也找问过很多人，很多人不晓得。不过有一个朋友有没有？他有收藏过黄土水大师的作品，他马上就传给我说，这件铜牛有没有？就是黄土水大师的作品。哇，我说我阿公30多年前本的时间。跟我阿公比，也个贵珍贵嘛。其实啦，我阿公嘛对艺术嘛，较无底啦。因为我阿公嘛跟黄土水大师有没有喺日本帝国大学同学啊？伊讲他搞几个台湾的吼，甲送嘅纪念品本只是这样而已啦。故作对我阿公也都是一个纪念品。不过伊唔伫个世界爱过的东西啊呢。哇，差不多3年前伫在讲，原来也是文盘伫不真珍贵的。不珍贵的东西。不过对你也是，如果唔是列册咩可能，伊也都是唔熟悉来的东西，唔免冇去买。假是有人爱囤买唔熟的罗纹盘，唔会买冇？罗纹盘会啦。因为当然要看啊，迄咩伊真是佢对罗纹盘的东西嘛，真是佢有用心，也讲佢很喜欢。当然也会容易几块比后欣赏安尼啦。嗰种安尼因素先咩程度嗰度同好安尼。嗰度同好。迄咩先生咩有开过像嗰种艺品店，也有开过。有开过艺术坊。嗰种咩有卖过。家下主要是卖纹盘为主咩？系啊。嗰种也非常提讲，呀的东西差不多对好嘅人来讲，家私很用咧。家私其实我哋台湾的罗纹盘嘛，家私唔免用几个。比如讲，伊有嘅量下盘咧，有嘅盘来讲啊，其实我30年前也数嘛，1块嘛，跳蚤市场嘛，跟阿三嘛，数嘛1件100元。今嘛7、8年前开店遐嘛，开艺术坊遐嘛，1件800块。涨了8倍。8倍听起来好像也蛮多呢。以纹盘来讲，8倍其实也唔少的啦。因为收藏的东西主要会重点一个东西绝版的。第二唔会再出来。第三个它是纪念版、限定版。所以讲收藏佢重要也3种东西啊。唔像罗纹盘来讲以今边来讲根本就是仿不了。
磨完了那个它的那个态度，因为台湾的罗碗盘嘛，最珍贵的原因嘛，伊个材料还半瓷半陶，台湾有个很用心的收藏家有没有特别去了解这个半瓷半陶的这种老碗盘有没有？世界上到底有几个国家有？结果他花了2年时间周游列国有没有？然后发现有4个国家，然后有那种半瓷半陶的材料。所以讲哦，其实按你来讲哦，台湾的罗碗盘算最珍贵的一个东西。多多老师都会讲到讲，俺哋今家碗盘，我用嚟做，如做唔出，从头摆嘅用诶，古时路係非常珍贵。唔过俺哋头多人讲到碗盘片片哦，其实还有非常多珍贵嘅书从以前讲到，俺哋了一下听过继续来请教500先生。非常多种来呼起来嘅现场，俺哋今日来宾呢係收藏家500先生，就當俺哋講到幾多同羅碗盤有關吼。到最尾嘅時間呢，嘅吳先生又係想去強調講，俺哋今家做嘅無論嘅奶啊，還個做法吧，甚至係咪連嘅肉，如無法度複製嘅。因為哦，從一塊羅碗盤來講啊，它我哋台灣收藏嘅用很多胭脂油啦，就粉紅色的。今後一種胭脂油嘅東西嘛，今後配方各方面調唔出。今個技術按好，但都調唔出。調唔出。我以前畫嘅一種胭脂油嘛，伊個立體啊，唔像平面，有個果參，有個噴圖啊。所以講一種咧奶。跟油一種嘛，全部緊，冇辦法複製啊！也都係攞東西做嘛按珍貴吼，因為都係按你原因，都係按你原因，故所如果當然上愛，因為更加買唔到嘅。除了碗盤以外呢，我哋還看到幾多嘅一個收藏。老師沒有熟悉石頭，唔上擺來其實也有小可以講到吼。咁係咪唔順後嘅一塊？如係唔睇嘅岩多嘅石頭係咪？我係岩石頭嘅咯。因為一粒嘛而家產自安尼花蓮利烏溪天祥段嘅河壩裏邊。而家我都工專畢業，所以講我哋到天祥段嘅時候有沒有看到嘅泰國啲河壩咪東西，到底是哪樣嘅呢？厲害嘅呢，所以講我要下去，每泰國講唔啲河壩水地杯咪嘛嘅咯，伊講伊啲全石頭啊啦，有家講用嘅石頭，一種嘅利烏溪嘅鐵山嘅石頭，所以講我要咪差唔多5分鐘，要前到一粒。也很多玫瑰石啊，玫瑰石，它是粉紅色為底，它帶松花，所以講因此安尼前到也粒石頭，因為這概念呢，還有紀念性，所以講我從此以後又開始對石頭啦，還有各種雕刻品啦、茶盤咧、硯台一條、顏色一條，又慢慢的有興趣啊。5分鐘都可以釀到按鬧嘅石頭。係啊，一泰國嘛強到嘅啊。伊嘛強到。伊睇個咩叫嘅？以前嘅半夜按4粒嘅。係哦。按5分鐘都前到有啲按太粒。因為天白5分鐘都釀到按好嘅石頭，嗰個石頭來要嗰種天線打開嘅。咁今日有帶來按鐵皮石頭同我哋講一下伊哋嘅故事，好冇？比如講一粒石頭嘛，一粒石頭我要喺啲上海做生意啊嘛，
带几类粒石头。哦，因为一粒石头嘛，人讲哦，一沙一世界。哦，以微小的一个山形来讲的话，可以变成一个山水景。哦，上面有天池，有高山峻岭，所以讲哦，人讲一时一世界。哦，它的景观来源就是这样。哦，一沙一世界变你的一时一世界呢？啊，娘豆罗赏多少年哦？哦，一本单乱呢，没有再去雕刻。没有，就是原始。哇，古说也黑提山峰，还是惠顺青多的。也没讲爱情多啦。这个就是跟上海的一个雅思协会的总会长。他送给我的。他送给我的。所以的话他看到说台湾来的后生啊呢，你是空色的，开始啲搞石头的。讲家下嘅做生意，如係提搞石頭。做石頭嘅生意。咩做茶葉？茶嘅生意哦。茶葉嘅生意。做嘅事情嗰度空呢？係啊。人講台灣人講嘅不務正業啊。斜槓，點樣講斜槓？迄個係買賣茶葉咩？唔過你讀到一個雅思協會嘅嘢，一路想講，呀，後生嘅咩要提高手頭，要送本嚟啊，也貼喺衣服。也想主持人講嘅鹽多嘅啦，所以鹽多嘅。個藝術係會嘅咯，一塊啊，差唔多。一張一之前買嘅。買嘅。因為看也山形嘛，馬上有一個怪特殊的山形。當面嘛做得看一些東西。所以也粒喺南頭嘅武當沙。武當沙。也算山形唔會差。我也愛向你問一下，石頭嘅家私能否用嚟去聽啊？都係伊嘅石頭本身係乜嘅石頭？如係清代嘅家私嘅聽嘅條件嚟嚇，還係伊嘅型嘅？主要看型嘅啦。比如講有啲石頭嘅型款嘛，佢將佢打磨。有啲石頭嘛要特別貴嘅。有啲石頭人字多嘛，人哋搞石頭嘅，一種人哋會很多殘味十足，嗰個有山咧，有山水嘅，一種石頭要買家私買個貴些啦，佢也表現啦。唔過對人哋冇做頭都係藝術品咧，所以藝術品都係兩個人達成共識。對。嗰所以冇乜嘅定價，如果嗌感覺一多錢，唔感覺做得冇安尼。咁嗌感可以每一塊要一多錢？一塊差唔多1,200元。如果唔過中意也嘅錢咧？過中意，要過中意嗌，所以講如果聽嗌貴嚟。你睇嚟笑。有很多10元、3元、10元。10元，跟我有緣分，他就跟着我回來。有眼緣，陸騰倫，嗰啲片，咁也亮嘅咯，嗰種朱明先生嘅太極嘅作品咧。也亮看嘛，多一堆，很多太極系列。我對太極該格意嘛，主要太極有沒有？念嗰幾個格嘅字嘛，因為太極。所以講蘇老師的他的石雕太極有沒有？其實跟著名大師相同，力托還有氣勢有沒有？該有相像嘅一個雷同嘅方式去雕刻。所以講當然雕太極嘅。嗰度名師啊，嗰度安尼大師啊，
他们讲哎，归好苏瑞路苏大师他的作品，跟著名大师比较雷同。我说有的石头就唔会黏到的，会像雕刻师去雕做唔同的个形的安尼。其实石头搞鼻炎嘛，自由发挥。哦，你不是定做的，我希望它刻成什么？对，因为嗰度雕刻大师嘛，唔要計一樣計天計跪天嚇，冇辦法。因為唔可以搞鼻嘅石頭嘛，形寬、體色、變長高冇相同，表現冇相同，所以講冇辦法限定，而只有偏也技術，還有眼光。嚟計表現，所以講一兩對太極嘛，相同眼嚟睇，啱個表現嘅動作也都有冇相同。石頭冇相同，表現呢種冇相同。如果本人來夾天，咁我可以去做乜嘅？我入邊有30幾頁，有規定整規定一下。一個都係咩係5本雕刻家。伊呢都感覺應該可以去做古嘢呢。你嘛相同，每個雕刻嘅師傅冇相同，也表情，還有也呢雕個腰嘅功夫都冇相同。一種福氣平安可愛龜的畫面，一種嘅雕法係台灣本土特殊嘅雕法。伊主要重點可愛明細，有一些卡通版的表現，如係嗰種也會賣，如係可以賣嘅，可以賣，因為可以來過電影色啊，過當年喜歡啊呢，有過有福氣好運呢嗰種意思啊呢。因為可愛龜，福氣可愛龜有沒有？它的意義有沒有？因為快樂出遊，平安歸來。我寫阿妹呢，看到講伊嘛，阿你講，今日我嫁個好歸宿哦。公司上班的人，主管啊講，這個眾望所歸，能力夠強。你歸好送禮嘅東西。咁人哋多有講到幾多幾奇妙嘅東西，不過呢，吳先生還有茶盤，還個咩盤，一到人哋唔想講到哦，也咩有幾多故事好講，人哋聊一下聽，個繼續多做嚟現場來請教吳邦義先生。非常多種來福喜來嘅現場，今日咧來賓吳邦義先生同我哋對老碗盤，多一個藝術創嗰度奇妙嘅現嘅嗰啲拍嘅顏色，還有一個石頭延伸出來，我哋稍後來講到嘅係茶盤咧同咩盤哦。老師講過，我哋會先講那嘅茶盤咧咩？茶盤咧，今日帶來清楚嘅路嘅茶盤咧，最重嘅。攏會開始上去熟悉嘅咯。有18石頭嘛，書上教石頭欣賞石頭之後嘛，一種石頭嘅東西喺度講形狀唔係講個特殊，我哋要計利用來做茶盤嘅也好，硯台也好，還有一些盆啊，還有聚寶盆啊。要拿做一個生產日用品的一個器物，來顯示說石頭也是有石頭做器皿的一個美感的一個東西啊。茶盤呢係以木器用嘅石頭，會有木器用嘅泡茶起來，會有木器用嘅嚇。有心情我個好，比如講以前用的茶嘛，你泡呀嘛，用貴火茶盤呢，欣賞嘛，飲起來會變成3000元、4000元的茶色。因為講呢，因為唔看一塊茶盤的來講啊，一塊嚇南頭的
红凯石，哦，主要红凯石嘛，主要以也山水的表现嘛，哦，像我之前讲的一沙一世一世界，这个也茶盘嘛相同啊，你泡论茶盘呢，也嘛欣赏茶盘的地位的，也山水的变化，景观的变化嘛。所以讲饮茶1000元的茶，饮下也变成3000元、4000元。心情会特别有一种融入大自然的一个感觉，气氛的一个感觉。因为你种人会讲，唔睇食东西啊，啉咖啡啊，啉茶啊，唔嘅器皿冇共用，本嘅感觉都冇共用。还有咩盘哦，咩用嚟要见到。一個咩盤係咪老師係用鐵皮藝術攞農鞋，有一種鐵皮的石頭。一種係近邊帶來攞農鞋嘅鐵碗石。一種鐵碗石嘛，跟啲三德貴相同。我哋闽農人嘛，以前攞一批一種鐵碗石，用很多雞冠石。雞冠石。也攞杯嘅石石嘛，嗰種雞冠嘅石石。所以講台灣人攞批很多雞冠石，見很多鐵碗石，一種鐵碗石嘛，做硯台嘛，差唔多民國90年，內埔嘅一條那些雕刻欣賞嘛，開始跟鐵碗石來做硯台，結果發現鐵碗石做硯台嘛。以花木性嘛，唔會屬大陸嘅4大名園。當然啦，我哋台灣嘛，之前日本時代，日本人開發出來嘛，有螺絲硯。以下日本人又開始做螺絲硯。比如講鐵碗石喺度講。之前日本時代嘛，日本人有發現一種東西嘛，佢嘛差唔多2槍嘅。因為鐵碗石的花木性又比螺絲硯的花木性又高好。因為伊唔係屬大陸嘅4大名園。所以講一種東西更難貴啊。更難得的東西。嗰種唔係以前釀到幾多鐵碗石。個請師傅提結做咩盤啊？好，仲一塊咩係？一塊嘛相同啊，一家石頭請師傅做呀。因為搞石頭搞到緊嘛，我感覺貴昂啊。貴昂。米杯呢，重等等到米杯樣好搞重等等的東西咯，鋼嘅位置，壁嘅位置。係啊。跟鐵板花相同，重等等到。個石頭嘅東西伊有咁樣講咯，我發現嘛，我搞石頭都見嘛，看一些資料嘛，比如講張大千、張大師，你嘛有搞石頭，還有陶藝家，終身成就獎的蔡榮佑蔡大師，還有陳廷師陳大師，那種太史級的藝術家嘛。每個人都搞石頭，用嘅原因咯，因為藝術嘅創作嘛，多個瓶頸嘅時間嘛，而突破嘛，要開始搞石頭。以石頭嚟講嘛，講嗰塊糖是嗰細嘅東西嘅，唔會同。唔過從石頭地表外形看得出一個神性，一個人物。嘅圖樣，所以講對藝術嘅創作嘛，有個提升嘅一個作用啊。嗰種唔嘅熟悉對唔嘅創作嘅畫圖沒有幫助。冇有幫助。因為唔畫嘅要去抽象嘅哦。係啊，馬上一個抽象嘅圖，留到位油畫嘛是一個馬相同一個山水嗰一個。你安尼圖像、影像，人頭都講唔能如熟悉，韓國唔工作咩係鐵板咩重等等咩，熟悉石頭咩重等等咩，有10元
吼，安尼一摆出去，路娘要多几多？吼，咁咩路比亚嗰重？比嗰度是比嗰度很好上呀喂，今哦因为比太多嘛，有2篇嘛气象报告啊。哦，係哦。有 Q 上。哦。都落雨啊，喂，天时变化呀嘛，會神通啊。哇，係哦，你以前踢款呢，係咪？哦，你比到安尼有人講職業傷害。職業傷害。哦，咁唔可能安尼熟悉嘅時期這麼長呢？係啊，20年呢。咁我有朋友我問我，假使以上愛熟悉，尤其石頭，還算熟悉乜嘅東西，因為我問你嘅意見冇？其實都會問啊，因為一種東西啊，我唔想講哦，好朋友嘛，又想我收藏一種東西嘛，就願望路啊。哦，人講我熟悉就要交學費，你有交幾多學費哈？會啊。我是冇啦，因為我沒想同上次鐵板發呀講嘛，哦，有個徐主任啊，有一位林大哥啦，還有差不多20年前認識的黃俊佳啦，演啊吼嘛相同之前都有搞，我嗰個去演都看東西，個門演用嘅東西，愛門冇講鬼費事，乜嘅要唔門。要安尼地安尼啲安尼學背書，安尼又唔錯。在國內一定要有工具書嚟對照。比如老碗盤，多帶一種老碗盤加稱用嘅，冇工具書去計相對嘛，計對照，唔知咁唔啲啊。嗰種唔熟悉算理性嘅嗰種。好，我先問。唔係看到東西嘅，你感覺啊，我一定會先去買下落。我去問人，問前批。一天去問。那麼講個願望啊，你花錢花很多，結果許多東西嘛，唔能之後能地講原來冇價值。安尼又唔冇。今日主要會來諮詢嘅係屬石頭嘅嗰度嘅係咪？都有。因為中國人要做外行誒，對這個世界完全唔了解呢。這是一個很可以講封閉嘅一個世界。可是底部學問非常多。按今日20年觀察下來，進來這個世界的人有印度哈？有哦。有哦。有進多。因為今日以亞世界有沒有？台灣全省哦。講得啦，每一個縣市嘛都有個亞視協會啊，甚至2個以上。當然佢有出名嘅，佢有搞石頭嘛，有啲我好朋友許孝順哥，應該認識佢30年。所以講伊嘛對石頭嘅推廣，尤其華東嘅玉石，嗰個一般嘅亞視嘅推廣，伊嘛夠用心啊。哇，嗰種都係會因素哦，係啊，所以沒有乜個鏡頭，都係看到喜歡有同有人呢，都會數。錯啊。比如講當然也收藏係另外講嘅係收藏啦。比如講15年前係開始收藏威士忌啊。連威士忌沒有收藏。連威士忌冇收藏。係收藏嘅嘛，威士忌唯一最賺錢的話咩就是麥卡倫。麥卡倫 No.1有沒有？那種酒款，我一下買嘛，15年前呀買，比如講啦2700。幾年前、3年前也嘛，我買一罐嘛，一罐我買6萬。我們節目快要結束的時候，突然拋出一個原來清後窗呢，係點樣冇帶來嘅？咩酒嘅東西唔算藝術啊，算一個嗜好、一個收藏。所以講各位觀眾所以講酒嘅東西能臨時講一下，講收藏嘅意義、收藏嘅興趣，做乜嘅嗰種嘢可以收藏，
这个各方面一方面您，比如讲好，嗰度老师军工教退休之后，有建议讲我有个兴趣，一个嗜好，哦，咱有个寄托，哦，生活咱国家，哦，不管教石头、教书的，教乜嘅哈，都是有一个兴趣之后。所以讲哦，生活品质那会提升。今日吴先生，你本案呢，伊个方向，你大家假使退休的，你可以前面的兴趣可以研究的，一个对你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个目标。今日非常感谢吴邦英先生同我们分享很多嘅收藏故事，多谢。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加上下来观众朋友莫转台哦，听论先生好好运动。观众朋友，有请许多福起来嘅面书粉丝专业面站，还有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随时发落福起来嘅最新消息。